路现在有在试办，它有很多那个左转道，所以我们都可以直接转过去。然后其实也就是跟汽车在那边排队而已，而且浮潜，我们感觉到最深的是那个浮潜路，因为它是2线道，所以它直接这样切过来就好，我们不需还要再跑去旁边，然后之后再带转。我非常喜欢这个政策。有的时候都会想弯就弯啦，现在它有不强制的话，它就会顺着这条路，到那个左转的地方嘛，它就会在那边带转，直接弯过去。因为我觉得这比较安全的原因是。人迄当阵咧徛会惊向警察咧，是会伫遐注意看到有警察无，直接甲过过。现在他不强制的话，他就会很顺的这样弯过去。如果想带转，他还是会去带转。因为府前路的这个示范的成效良好哈，因为并没有特别的这个事故的这个高增加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也陆陆续续在永康还有其他各区市区的其他各区都特别挑了一个路段来做示范。那么目的是希望能够广泛的收集在不同的行政区域的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汽车跟机车用路人对于这个改变的这个行车行为跟行车管制的这一些适应的情形。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观察，那后续陆续来针对还有管制的部分再来陆续的开放。台南市过去因为这个很多道路路幅比较狭小，所以很多单向只有2个车道的道路内侧都还有进行机车，那这个就表示机车只有外线的一个车道可以行驶。那当机车遇到路边停车或者是有公车停靠的时候，不然就要只能停下来，否则如果它要变换车道穿越，它就会变成就要骑进内侧的进行机车车道，导致它会违规，就会常常被取缔。在这个提供机车足够的行车空间的这个考量底下，我们陆续来盘点这个台南市原6区跟周边的永康这些区域单向2车道的道路内侧还有进行机车的这些路段。那我们也优先在去年的10月底优先以府前路来做示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也就是说，不强制2段式左转。我们先前在中正路和府前路这个示范的情形成果是相当好的唯一发生了2次机车左转这个事故，是因为轨切，就是说它到路口才要直接左转，那这个部分是错误的交通行为。那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实施的成效示范的成效还算不错，所以我们选择在永康区也是交通很繁忙的大湾路，来全长4公里，大湾路加上富强路1段来实施不强制2段式机车左转的一个示范。但是这个示范很重要，需要很多配套，包括标线这个标语的这个涂销，还有包括这个标志的路的这个改善，还有包括驾驶行为的改变。那特别强调这是不强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及早汇入左转的车道的话，或内侧车道的话，你是可以直接跟随汽车这样左转。如果你不能及早汇进去的话，你还是选择2段式左转，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行。所以这是给我们机车用路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2月22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第23届世界蓝展将伫24号登场，将展出来自台湾等62个国家的蓝花，当中上特别的就是透过纳米技术印上世界各地的蝴蝶兰艺术墙。23届世界蓝展2月24元宵就将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目前工作人员都在进行最后布置工程的收尾，要来迎接来自国内外贵宾甲游客。为
为了宣传这个重要的盛事，市府22号先邀请北方传统艺团用在地庙宇结合兰花元素的震撼表演来加开序幕，传达上在地化的兰花故事。除了艺阵震撼的表演，毛歌手瑞莎将饶舌的旋律加入兰花精彩演出，要为兰展加添光彩。23届台南举办世界兰展，伫农业部农粮署、经济部国际贸易署、兰花产销发展协会等单位的合作，期待互来自国内外贵宾甲游客共同伫16天的展期当中体验兰花水。3、2、1，请启动。2024台湾国际兰展暨世界兰展，兰花界的2大盛事就在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以及大台南会展中心。一方面展现了我们台湾兰花的丰富生命力，一方面展现了我们台湾兰花产业的一个科技力。那很重要的，今年我们配合台湾灯会，把这个世界兰展经过了12年的争取，终于来到台湾，终于来到由台南来主办。那我们台湾在去年的一个兰花的一个经济产值超过72亿元，那外销的一个占比达到61.6亿元，那外销的一个占比超过85%，所以我们台湾的兰花也可以说是我们植物界的一个台湾之光。来到世界兰展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的会场，就看到主办单位透过纳米技术，将乌特兰面向世界各国的国旗当作艺术墙，相当的吸引人。除了展现台湾兰花生物科技产业的实力，嘛成为外销量身定做以及精选外宾真好的礼物。这一个渲染的技术呢，其实是采用奈米级的渲染的喷染技术。那现在的这一个部分，它不是只有喷染而已，其实整个国旗染的一个制作，其实它有非常精致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质感，可以把国旗的一个细腻度，甚至有些国旗的一个图腾呢，其实里面的一些会有非常多种的一个元素，但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设计师跟这整个美感的部分呢，把国旗呈现的这样艺术呢，其实以艺术的表演手法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弄了62国、全世界来参与我们这次国际兰展跟世界兰展，那最极具代表欢迎的一个意味了哈。今年世界兰展甲台湾国际兰展同时伫台南登场，邀请大家2月24到3月10号做伙来见证台湾兰花伫全球的行销成就。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日本群马县高崎市是当日本上大的梅仔产地。22号特别伫台南大湾坝举办梅仔产品甲推广试食活动，现场有梅仔瓜、果酱甲果汁等等，前200名参加试食，也可以当摕到幸福达摩。来自日本群马县高崎市政府的农政部官员，伫个共款是群马县水上町政府的阿部真行的看线。22号下午，伫个台南大湾东百货举办梅仔相关的产品推广品尝。主办单位高崎市政府农政部的科长原田显志表示，高崎市是当日本上大的梅仔产地，伊嘛正积极向其他国家来推广。去过新加坡，可是今天第一次来台湾，办活动是第一次。还有他希望那个今年之内12月之前一定要再办活动，大的活动，因为今天没有卖东西，只有世界会而已。可是我们今后回那边，后天回那边之后，马上准备办大的活动。现场除了梅仔、梅子果酱加果汁等，另外嘛介绍梅干梅酱来搭配白糜加白饭的吃法，连台南市议员陈义珍嘛大力来推荐。认为身为台湾的美食之都，当然嘛袂用错过唯一的试食品尝。
非常感谢哈，大家大排长龙哈，都忙着哈在品尝我们好吃的梅子哦。那我想很感谢我们群马县高崎市哈，我们的原田科长，那带领我们的团队来到台南。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全台湾哦首场，也是唯一一场的品尝会，就选在台南哦，选在美食之都台南。谢谢我们的原田科长哈，所有的团队。那我想对身为台南人美食之都哈，非常的幸福。所以我们今天哈有这么棒的活动，这个梅子品尝会在台南哈，也邀请所有的好朋友把握时间哈，多多来参与。而且这个前200位哦，还有这么可爱的达摩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高崎市就是梅子跟达摩的故乡哈。那我想这个达摩就是可以让大家很吉祥、很平安哈，所以我想大家赶快哈手刀赶快填问卷哈，把这个达摩带回去哈。那也谢谢我们高崎市哈这一场这么棒的这个品尝会梅子品尝会，那也希望说未来那可以多多举办哈，经常来哈，每年都要来哦哈，欢迎我们的高崎市哈，也谢谢大家的参与，祝福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因为群马县高崎市是梅仔甲达摩的故乡，现场高崎市嘛特别致敬大湾东百货一尊达摩，并且现场由着高崎市甲大湾东百货处长以及议员共同来记号。另外，现场品尝的民众只要完成问卷，前200名嘛特别获赠幸福达摩的小礼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响应世界病友日，台南市天主教守护生命关怀协会甲安南病院举办音乐会，用音乐献上祝福甲关怀。每年2月11是世界病友日，台南市天主教守护生命关怀协会2月2号特别协同台南市的安南病院，伫个病院的1楼大厅举办感恩音乐的响应，邀请到圣十字合唱团、台南玉井基督教长老教会圣歌队现场来演唱，希望借由音乐来疗愈病友。今天是那个世界病人日啊，那这个最主要是由那个天主教教宗他们在很多年前发起的。那过去很多年来都一直在安南医院主办了。那我们这个安南医院除了胸怀大志要做医学中心之外，我们也是逐步踏实，我们自己扎根在安南做一个好邻居啊。所以我们就全力跟这个天主教会一起协办这个病人关怀。那事实上，整个关怀最主要是说，不管你在生病当下，或者是你到人生告一个段落的时候，都要有人相伴，让自己不会陷于孤独。我的意思就是说，人都会告一个段落，虽然明明知道这样子，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人伴随的话，心里会比较温馨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办这个世界病人日最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现场出席的包括劳动部分家南分署、市府卫生局的官员，另外还有天主教台南教区的主教。其中，意大利籍的欧大福神父为了感谢台湾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着意大利的帮忙，嘛特别早来西西里的演唱，甲大家分享。现场当时嘛有祈福玉树的赠送，甲祈福卡的祈福电话档，场面温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灯会伫台南，市府文化局伫安平运河边打造和光往事灯区，将艺术结合科技手法，展出10件作品，透过镜头带你来欣赏。运河是台南城市重要的文史象征，因这相隔16档的台湾灯会，这嘛是安平灯区的和光往事灯区，由5组科技技术团队为安义桥到望外桥展出10件作品。中间呢，其实不但有灯光的展演，然后也有动力的装置，也有很诗意的一些雕塑作品，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结合震撼力，也有结合诗意浪漫的一个灯区。这摆主要策展团队是黑川互动媒体技术，以运河做尾部，
规划灯光秀展演，艺术家大部分嘛拢是台南新艺奖得主，不管是创作活动宗旨，向来往的游客拍招呼，也是甲风甲船转化成波光，互人拢感受到无同的创作力量。灯会的概念，它当然会比较偏向于节庆庆典式的一个感受。这一次和光往事展区，它比较有趣的是，它透过科技艺术结合了灯的展示，所以当科技艺术的作品介入灯区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很挑战性的一个事件发生。灯区透过技术甲科技的运用，代表着混合杂来文化创新甲交融。开启无同世代对传统节庆的转型，大家会当烧酒来体验科技艺术家所带来的未来震撼。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湾灯会高铁灯区将伫24号点灯，其中三大灯区当中上特别的是用太阳能甲氢能的发电专区。台湾灯会在冬后再次回到台南举办，其中代表科技未来的高铁灯区将伫2月24元宵盛大登场。除了有主要的灯区有声丽有光的2大展览以外，也佫有一个真特别的热能专区。计划局表示，主要是善用在地研发的热能技术，用太阳能甲氢能作为发电，成为全国的定节，为全部拢是用热能发电的电缆。热能灯区的部分，咱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就是讲咱规个所有电力的来源拢是为绿电也为太阳能光电甲氢能发电机叫风力发电这3个方式来提供咱所需要的电力有一个较特别的，就是讲咱从遮利用这的发电的系统叫储能系统来供应这的开一个电。那我们使用清风绿能的氢能发电机，晚上也可以连续供电5个小时。藉由这2种再生能源的供电方式，我们希望达到一个近零碳，而且是能够稳定供电的一个灯会，告诉大家说绿能其实可以应用在实际的生活领域。台湾灯会高铁灯区运用上新的绿色能源，嘛是净能的科技来结合艺术造景，用的拢是沙轮智慧科学城当中的发电，嘛成为这摆灯会一大焦点。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永康国小结合台南市百，特别举办元宵节闯关活动，让学生了解节庆文化，实赛营养的种类。气氛相当热烈。元宵节特别来到台南市永康国小特别举办闯关活动，总共设计3个关卡，除了让学生了解元宵节的由来，有药味猜灯趣味游戏，更重要的是明白营养的种类，要安怎食较健康。元宵节闯关活动很好玩，让我学到元宵节的习俗。台湾灯会在台南，那我们学校就特别办了这一场元宵节的闯关游戏。这摆学校办理的元宵节活动，嘛结合了台南市百，加入侪台南传统文化以外，连菜花糕仔等拢以台南的在地农产品为主题，总共有99粒，象征长长久久。我们希望说，让小朋友在元宵过这个欢乐的元宵节中，可以学到我们台南在地的农特产之外，还有这一些营养教育，对热量，包括一些习俗可以有更确实的、更知识的一个传导，让活动不再局限于只有在教室里面学到。营养师嘛准备应景的营养，让小朋友品尝。学校表示，每一个节庆拢会让学生用多元的方式来学习，营造在地饮食的好合。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嘉南有一间卖牛肉面的店，是真侪义消同仁伫任务完成以后，才介意食的餐厅。这间店有一种特别食法，就是伫牛肉面内面加一粒青鸡卵，真受人客喜爱。大家搞早，大家搞早，我是咱们小红车哦，今日来遮做王某这个
义消队员拿起大声公，宣导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不管是在超市或者八堵车站，过年前都可以看到这群义消姐妹的身影。在冬天了，然后你们家的那个热水器是安装在外面，然后是通风的吗？哦，非常棒，非常棒哈！到了中午，任务结束，肚子饿了，来品尝义消姐妹口袋美食。软 Q 的面条吸入嘴里，浓郁的中药汤头立即在嘴里散开。这家牛肉面店就位在暖暖，是许多人的异乡美食。每到用餐时间，客人总是高朋满座。10多位义消队员在任务结束之后，都会来这里品尝道地美食。牛肉细面，来牛肉细面。面店开业超过30年，牛腱经过熬煮，肉鲜筋嫩 Q 弹，一碗牛肉面就有5、6块牛肉，给得很大方。而面条 Q 弹也很受到顾客喜爱。我们是使用花腱，它本来就有带筋，它会比较 Q 弹啊。那你如果纯肉的话，就会比较柴。此外，这家牛肉面还有一种吃法。打上1颗蛋，加上浓郁的中药汤头，半熟蛋和牛肉面搭配，在店里意外有人气。面加滑蛋之后吃起来很滑润，很好吃，而且蛋吃起来口感非常棒。蛋感觉就是比较嫩的感觉，面很 Q， 然后加这个汤，真的这样子很特别，我第一次这样子。这是我们大型活动的宣导，那刚好姐妹都能聚集在一起。那就带他们出来宣导完之后，带他们出来用餐。那我们暖暖这一家蛮有名气的，那所以说就请我们大家姐妹来家尝一尝。它的汤头都是纯中药在做的，所以说当地人蛮多人在吃的。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哈，请大家要多加注意哈。快过年了，义消队员利用假日来到人潮多的原野市场，宣导预防一氧化碳中毒，让民众记得开启窗户，保持通风，才能够快乐迎接新年。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有需要的人可以到暖暖宣导。台北大厦后来地方地新屋最近增加铺道总地，照着铺伫水面上的草皮勘图，予周边的鸟仔有休困的空间，维持良好的生态。为了让校内的鸟类能够有更多的栖息空间，国立台北大学近期在校内的志宏池、新湖新增了2座人工浮岛，外观以国字北大2字来打造，在上方铺设泥土及草皮，增加鸟类能够在湖泊栖息的空间。那我们在第一代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带学生下去做维护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我们鹅啊都会进去做那个孵蛋，然后也会有筑巢。那我们自己经验就是靠过去的时候，这个公鹅会很凶的保护，可是你再多走2步，公鹅就跑了，剩下母鹅躲在上面还在孵蛋，这样子很害怕。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其他鸟类也会来繁殖，所以说第一代的辅导已经很明显证实说，它可以有这样子的野生的这个动物会被吸引过来做栖息。然后这个夜鹭、小白鹭都会待在上面来做觅食，就是他们站在辅导旁边，然后看到鱼过来头就下去就吃了，所以很方便、很轻松，很轻松就可以吃到的食物。那我们新湖周边这种地方完全都没有，所以因为有辅导存在，所以水鸟才会被吸引过来。好，然后那辅导事实上它还有另外的功能，但是在新湖它不是主要的。王之佑表示，本次新增的辅导为第2代辅导，第1代辅导在7、8年前设立，后因使用年限已经到达上限，便在今年设立了第2代辅导。是，那改造的过程和原因的话，就像刚刚讲哈，就是第1代的辅导是大概7、8年前是由这个总务处的事务组外勤班他们来发起，因为他们有这个自己养的这个绿头鸭跟鹅，那但是会莫名其妙消失掉，一些很多的原因消失掉，所以呢就找到我们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研究所，然后来协助他们来指导他们如何搭建辅导。好，那所以在外勤班他们建造完第1代辅导之后，我就带着学生们一起来合作，帮忙把这个第1代的辅导先下水。那刚才有讲到过程中这7、8年，主要是由我带学生下去做这个算是服务啦，环境服务，然后来维持辅导的基本运作状况。但是因为7、8年过去了，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些结构有点破损。
好，有些地方就开始漏水，会有一个角落就开始沉下去。那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刚好我们周边的民众，然后有跟负责我们这边维护的这工友有聊聊天，所以就知道说，福岛有这个需要改善的需求。王之佑说，目前会在新湖栖息的鸟类，除了学校养的家禽以外，还包含了夜鹭、绿头鸭、小白鹭等鸟类。那在鸟类部分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周围有很多的我们称为陆鸟跟水鸟2种。好，那我这边的话，主要是着重在水鸟部分来做一下说明哈。那在水鸟的话，基本上就是跟水有关系的鸟类，它的活动会跟水有关系。那我们这边的话，刚刚讲最主要是学校有饲养这个鹅跟鸭。好，那品种也很多。好，那再来呢，就是有绿头鸭。好，绿头鸭之前也是我们外景班从好像宜兰那边带回来，从小鸭养大的。好，那在目前的话，可能看不到那些野鸟哈，但是在之前第一代福岛的时候，过去的7、8年里面，我们观察到，最基本上这个小白鹭会过来。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夜鹭。那夜鹭的话，事实上它这个尤其冬天的时候数量非常多，因为我们福岛上面它有那时候长了很密的这个野姜花，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防风墙。王之佑说，目前红冠水鸡与白腹秧鸡2种指标性鸟类，新湖目前还没有观测记录。由于这2种鸟类对于水域环境相当要求，希望在2代福岛启用之后，能够让这2种鸟类在新湖落地生根。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